人不眨眼的大军阀。胡鬧！你仔細看看我是誰？我是趙廷芳。舅舅，赶快给他松绑！是。你们为什么要放了我？他们抓错了，你不是功臣的。那他们都是抓错的。舅舅，把他们都放了吧。都是。都放了吧。先生，现在外面风声很紧，要不然你先出去避一避吧。我想趁天黑了以后再走。那我送你去。不用，等出城以后我再和你联系。先生，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把枪？枪要从敌人手上夺取。可是，我想成为你们中的一员。你现在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了。我要加入共产党。你呀，先加入共青团。文宇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在游行队伍里看见你，就好像看见灯一样。灯？你勇敢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是那樣的沉着、堅定，又充滿了活力。你每一次高舉拳頭，喊出口號，都是那樣的果敢、響亮。我不是英雄，其實身邊的王經理才是真正的英雄。你們都是英雄，可是我還是想報仇。婉月，太湖縱橫，大小島嶼有那麼多，土匪隊伍有幾十支，再說吳菜刀又是土匪中的梟雄，復仇不是一天兩天的事。我知道，我會先學好本領的。你會幫我嗎？你說呢？魚也會幫我的。魚？真魚啊！她和我就像親姐妹一樣。他們家在蘇城是鼎鼎有名的大戶人家，你一定聽說過吧？你說的是真假？是啊，你想起來了。說起我這個好姐妹，她人可好了，不僅長得漂亮，愛讀書，人品又好。她父親去世之後，整個甄家的產業都由她一個人來照顧，還要照顧她那個傻子哥哥。傻子哥哥？是他的親哥哥嗎？嗯。說起他那個傻子哥哥，婉月，文瑜是我的筆名。哦。我的真名叫袁小雲。文瑜。哦不，小雲。小雲，你的臉好可怕。你這是怎麼了？其實吳菜刀和南園甄家來往非常密切。你是怎麼知道的？這不是什麼秘密，我看南園的人都知道。是啊，甄瑜跟我說過，他的父親和吳菜刀是拜把兄弟。可是，這跟他應該沒有關係的。甄瑜可純潔了。他跟我說過，他夢想有一天，有一個穿着白衫的少年，騎着駿馬，在陽光下出現在他面前。他的全身都被光環籠罩着。小雲，
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洋裝古董男子啊？怎么了？真宇爱他发疯。这段时间经歷的事情，我真是沒有想到。先是遇到了你，然後又找到了舅舅。不到1年的時間裡，這樣的大喜大悲，多希望這樣的日子能永遠繼續下去，永遠幸福快樂。永遠下去，幸福快樂。是啊。幹什麼呢？站住！把證件拿出來！趙东君的親筆簽名。你們瞎眼了？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小雲，我們結婚吧。先生，你怎麼還沒走啊？叛徒就在碼頭，大不了船了。那快進來吧。哎。走！哎，停！没事没事，趙督軍的貨。哎，小姐，嚇壞了吧？文遠，到了南京，我們結婚吧。結婚？我們把我們的證婚人請出來吧。證婚人？王經理，安全了，出來吧。我去買點吃的。沿江行10里，到水村靠岸。謝謝婉約。這張特別通行證還是給你吧。這個我用不着了。你拿着吧，你拿着比我有用。小雲那兒還有一張呢。好，謝謝了。這一串瓷器運回去，準能換上幾十條好槍啊！瓷器？這是一串瓷器嗎？小雲很精通瓷器嗎？總算把王經理給送出去了。婉約，你就不怕再上一次新潮了？
我和王经理曾经在法场上共患难，他们是好人，为了別人的幸福，不惜提着腦袋。小雲，你也是一樣的好。那天我在遊行隊伍裡看見你，你鬥志昂揚地揮舞着拳頭，呼喊着口號。我好像忽然間認識了真正的你，你的形象一下子就跑進我心裡去了。我知道，你和王經理他們是一樣的人，心裡裝着別人的幸福。這一路上，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保護着我，保護王經理。日本人已經侵占了東三省，我們眼看要做亡國奴了。保護王經理，就是保護我們自己。小雲，你真好。我原來心裡沒有愛，可現在，過2天到了南京，把船上的貨賣掉，結婚，生孩子。看你說的。站住！停船！再不停船就要開槍了！王月！王月！王月！小雲，他從小就這樣，一定要我讓他3分。小雲，你為什麼要隱瞞自己的身份？在上海，我那麼多次提到真宇，你都沒有告訴我你是甄家的少爺。是。為什麼？你是怕我嫉妒真宇？文月，有些事情我永遠都無法向你解釋。我現在才知道，很多事情用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你舅舅到處貼滿了我的照片，通緝我，他以為是我害死了你。我舅舅為我傷心是一回事，可是現在，他已經不是我的舅舅了。為什麼？我以後告訴你。小雲，一段時間沒見，我發現你內心隱藏了很多東西，我幾乎都不認識你了。其實你從來沒有認識過我。那天，在雨裡，我在江上喊你的名字。我順着江邊走了5里地，甚至還雇了2條船，在江面上搜。幾天前，我回到了上海，看見報館被封了，再也沒有了你的消息，我才想到回來向真宇報平安。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，你在信上說讓我今天回來。你回了上海去找王經理？我在启明星做了編輯，我總感覺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。你呢？其實我也不想回甄家。我父母死後，我姐姐嫁到甄家，是甄家的大少爺讓我跟着姐姐一起過來和他們生活。雖然從小在這兒長大，但我從來沒有把甄府當作家。為什麼？你這不是忘恩負義嗎？無論如何，你都應該感謝真宇的哥哥呀。別說了。
婉月，我们走吧。今天就走，远远离开这儿。抱着我，我做梦都希望你这样抱着我。我是因为你，才能有勇气活下来，才有勇气逃出这个大宅子。小鱼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分開。本來我以為你已經死了，我以為永遠見不到你了。可你怎麼又知道我還活着？施小姐，您的蓮子粥。謝謝。你的腳還疼嗎？疼？不疼了。剛才我確實是被你嚇到了，實在是對不起啊。你就是真魚過繼的弟弟？是。那你平時也是這麼給你姐姐送水的？啊？真魚倒是沒有變。哦，對了，施小姐，如果你有什麼吩咐，你就叫我好了。這個粥你趁熱喝了吧。哎，懷府。剛才的事不要說出去。剛才什麼事啊？就是你看見我洗澡的事，不要告訴小雲啊。哦。少奶奶。施姑娘，我過來看看你。素琴姐，坐吧。一晃不見，施姑娘已經成大姑娘了，一看就是明了世事、見過大世面的人。素琴姐有什麼話，不妨直說吧。我弟弟和你在上海認識的？在上海，多虧有他幫助我。兩情相悅，我弟弟他是不是愛上你了？可能吧。你既然叫我一聲姐，那麼我就以過來人的身份提醒施姑娘。什麼事啊？還是盡快離開真公館。為什麼？我怕是要出大事了。我不走。大小姐的脾氣，你其實比誰都清楚。她還有什麼不敢幹的？那我只好奉陪到底了。這粥誰送的？懷府啊。素琴姐，你這是幹什麼？我讓下人再送一碗來。不用了。相信我的話，姐姐有預感，你還是盡快離開真公館吧。我倒想看看，究竟會發生什麼事。求你了，施姑娘。就算你不怕，也要替小雲想想，你會連累小雲的。不要怪我，做姐姐的自然要替弟弟着想，這也是為你好啊，施姑娘。鬧死了！不可能吧？怎麼不可能？這不明擺着嗎？鬧死了！不好！小雲，小雲！
特意熬了2碗你爱喝的莲子粥。这该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到底想干嘛？那是小姐吧？是的。她手上是不是端着粥？没错。婉月，我正要找你呢，我以为你在小云房间呢。你找我不是来了吗？婉月，我特意熬了2碗你最爱吃的莲子粥，你和小云喝了吧。喝了之后，我们姐妹情谊就此了断。站住！玉小姐，你慌慌张张的，手里拿着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把篮子打开。哪来的死猫？施姑娘刚在亭子里休息。刚才那猫吃了施姑娘的莲子粥。婉月，把这莲子粥喝了吧。不，婉月，你不能喝。真宇，你变了。我们姐妹一场，没想到会有今天。你把莲子粥喝了吧，从此之后，我们的情谊就此了断。我不喝。这粥是你自己熬的？是的。小云，別喝！我替婉月喝了。小云，小云，小云，小云。朱山叔，朱山叔，朱山，朱山叔，小姐，等着你去收尸呢。好，知道收谁的尸吗？知道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瞒，我是为小姐好。所以你就在莲子粥里下了毒。人一死，我就叫人把它装进麻袋，扔进坛里去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住口！1碗还是2碗？2碗。你害了婉月，还想害死小云。小云是我的丈夫。小姐，小云，她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我的婚事由你做主啊！不，这个甄家由你做主。不敢。我告诉你，朱山叔，是我甄瑜当着这个家。是。朱山叔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你不了解我，你也不可能了解我。是。这碗粥是给小云的。是。来人，拿家法！大小
小姐，你就饶了朱山叔吧。胡说！哪儿轮得着你说话了？按照甄家的家规，再加10百。对朱山叔动家法了！来，我进去看看啊！动家法？姐，你不懂。懂，我懂。你大老远就支棱着耳朵打听好了，一回来就拿着个架子，拿着这洋派头，穿着一身白色西洋装，戴着洋墨镜儿，骑着洋摩托。南园的女人哪儿见过这阵势？偏巧，甄瑜这样的大小姐，自小好的就是这洋派。你的那点心事，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你姐。我瞒你什么了？你明明是早有預謀，張着一張網，在等大小姐往裡鑽。姐，弟弟，別再瞞着姐姐了。回到甄家，原先你就是想點一把火。想點一把衝天的大火，在甄家裡燒起來。可是，一見到現在的甄瑜，你是真的愛上他了。於是，你事與願違，左右為難了。可是弟弟，你想過沒有？與甄瑜這樣的大小姐愛來愛去，這本身就是一把火，它足以能夠把你燒得粉身碎骨。這也是一把火，你說的太好了。看來，你是一下子收不住手了。那好，你要是和甄家大小姐好，施家姑娘必須馬上離開，永不返回。要是和施家姑娘好，施姑娘不可能活着。要不小雲，帶姐姐走，去上海，去個大小姐永遠都找不到的地方。我已經長大了，這絕不可能。小雲長大了，不要姐姐了。可現在，如何收場呢？姐姐能平平安安的在甄家待着，還就是托了那攤子乃祥的福。姐，自從你嫁入甄家以後，你快樂過嗎？就算是快樂，算什麼樣的快樂？人家拿你不當人，拿我們姐弟不當人。10年來，你守着一個活死人，你到底托了他什麼福？別說了，這10年，你問過你姐姐嗎？你跑得無影無蹤，音訊全無。你把姐姐忘了，完完全全的忘了。對。我問你，你現在到底該怎麼辦？結婚。跟誰？愛誰誰。到底誰？你必須一個字一個字給姐說清楚。你說呢？
我請你来，还是为了小云。有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跟你说。还记得这只木匣吗？就连里面的大洋，都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整整2317块。这是我们当初攒下来出去读書用的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们离家出走的那个晚上，一场大火夺走了你们家3条性命，是我父亲让吴菜刀干的。我们要離家出走，我父親早就知道，他以為是你前前後後引誘他的寶貝女兒離開的，所以想教訓一下你們施家，卻沒想到冥冥之中，我父親也在那個晚上離開了我。我父親欠了你們家3條人命，這命我來償。你想報仇，你想報這個深仇大恨，今天你可以如願以償，但是你要搶走我的小雲。我說過，為了小雲，我願意用生命去爭。在今晚，就在今晚，我和你之間必須要做出個了斷。雲，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玩的吃橘子決定輸贏的遊戲嗎？都10幾年了，我們姐妹一場。現在，我們就用這個遊戲來決定輸贏。雲，誰贏了，小雲就歸誰，誰就有權。向對方開槍。你不敢嗎？也好，老規矩。
這個遊戲，贏了就是贏了，輸了就是輸了，誰說過個不字？那就好。给枪吧。走吧，你别以为这是怜悯我，你快走！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我真的会杀了你！你别以为你没下手，我就会感激你。这个家仇我一定要報。你们甄家欠我們石家3條人命，包括你的命。好，我隨時恭候。是跟小雲沒有關係。我再告訴你一遍，小雲她只愛我。婉月，你的小腦袋裡全是漿。小雲有權選擇她自己的幸福。志宇，志宇，放心，我沒死呢。小雲，你是愛我的，你愛我愛得發瘋，就像我愛你愛得發瘋一樣。可是我不明白，為什麼讓我這麼痛？為什麼你要讓你自己這麼痛？我是來替你收屍的。你還是你，我不跟你計較。你現在是屬於我的了。你說什麼？不信你可以去問婉月。我告訴你，你以為甄家的當家人是隨便就可以鬧着玩的嗎？袁小雲，你把你上海灘的那套花花腸子給我收起來，那是我父親這輩子玩剩下的。你有點新花樣好不好？今天是婉月，明天是誰？我告訴你，我這把槍就對婉月讓一讓，你換個人來試試。我甄瑜從小到大想幹什麼就幹什麼，沒有任何人能攔得住。這把槍的子彈沒了，你還有嗎？你不應該拿別人的性命開玩笑。你是我的，誰也搶不走。我甄瑜非你不嫁。我看上你，你就必須留在我們甄家當女婿。我已經不是你們甄家的小厮了，對不起。婉月，我們走。懷福，今天晚上到我房裡陪我過夜。
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坐呀。姐，出什么事了？怀父，你抱抱姐姐好吗？啊？你抱抱姐姐好吗？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深更半夜的，我听到那个铃，我就像没了魂似的。姐，你身上好凉啊！怀父，记得爹在世的时候，每当深更半夜，我做噩梦惊醒，我妈都会过来抱怨我，不是说我偷喝了凉水，就是说我把胳膊放在了被子外面。可是爹就从来不这样。爹的肩膀厚实，我靠在上面就踏实温暖，什么害怕都没有了。可是小玉，小玉，小玉，姐，姐，口渴吗？喝口水，喷口烟。怀父，别走，陪着我，等我睡着了再走好吗？小玉，小玉，哎，姐。婉月，小云，素琴姐，我弟弟走了，来了，又走了，一个人和婉月。我弟弟再也不回来了。抓，把他给我抓回来！谁会真
的懷念誰？南歸的燕子為誰飛？誰會真的在乎？誰知要有人陪？藏起我的天真，卻忘記你相隨。愛若是不能收回，而我無怨無悔，肆意飄飛，真的好疲憊。連條路都找了，不是，碼頭呢？小鱼，真的是小鱼！婉月呢？关你什麼事？袁小雲，袁小雲，你不好！什麼是溫香如玉？早晚知道了吧？你說什麼呢？姐姐為了你把手指頭都燒了，懷府都燒焦了。怎麼了？你的手怎麼了？沒什麼，你1天不回來，我就燒1根手指頭；你10天不回來，我就燒10根。那怕什麼呀？還有10個腳趾頭呢，把10個腳趾頭都燒完了，您瘋了！你是個瘋子！你才是個瘋子！還聘我做校長嗎？聘。烧的是我的手指頭，疼在你心上，還不願意承認。姐，你沒事吧，姐？弟弟，弟弟，你回来的真好，還是放心不下姐，是不是？弟弟，你不說我也知道。快給小姐送過去。又是怎麼了？小雲，袁小雲，你也回來了？你能回來，我就不能回來嗎？哼，
真是没有想到啊！没想到的事儿多了，比如这么一撞，那么多稀罕东西全都撞散了，撞壞了。哼，没什么，是我走得匆忙了。张少爺，你要失望了。你這些稀罕玩意兒，估計有人不稀罕。真魚又騎着哈雷的崇拜者了，你說呢？哼。小云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哪里哪里。我去上海买了一些小礼物，准備送給素琴姐和於表妹的。沒關係，回頭再買。還給我買了。張少爺，真會做人。素琴姐，我和陶文瑜……哦，對了，小云在上海改名又改姓，叫陶文瑜。我們可是好朋友，患難之交啊。難兄難弟罷了。素琴姐，張少爺，稍等。張少爺，為什麼忽然對我這麼好？素琴姐，你不常照鏡子吧？這麼漂亮，讓人神魂顛倒。陪你的。陪我？咱不是難兄難弟嗎？再說了。別再說了。如今的南園變化真大呀。是啊，查公子變化也大，變得令人炫目，耳目一新了。哼，素琴姐，你真會說話呀。表哥，表妹，你虽退了我們的婚，但我梁中說過，這只是一個開始，一個新的開始。懷甫，到你房間吧。哦，這位是……啊，對了，是你那位過繼弟弟吧？懷甫，給查公子上茶。是姐姐。哦，對了，要買蘇城上海一條街的賈老爺在小客廳裡候着呢。啊？怎麼，表妹要賣街？那是姑父留給你的，缺錢用，不至於吧？是我要辦學。哦，原來是這樣。表妹，我說過，我既然追你，就一定要追到你。聽說你父母給你做的媒，是省府馬幫辦的女兒馬小姐。哦，這是包辦婚姻，是我父母硬塞給我的。表妹不是說過，現在是新時代了嗎？新時代要什麼？自由戀愛。是，我是說過。我記得表妹說過，喜歡誰才嫁給誰。表妹還說，誰喜歡誰才娶誰。是，這些我都說過。梁中，我也知道你是個青年俊傑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對我好。不過，我必須告訴你，我一生一世都只愛一個人，袁小雲。表妹，你不是要辦學堂嗎？是啊，查公子剛才不是聽到了嗎？在南園，真公館是個月亮般美麗的地方，住着一位月亮般美麗的甄小姐。如今辦學堂，一條街都賣。為了辦學堂，送花總可以了吧？好，為了辦學堂，這花我收下了，謝謝。我還有個小禮物要送你。
花了不少银子吧？钱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心。是袁小云给你的？是他赔给我的，所以我说重要的不是钱，是心嘛。袁小云，你哪来那么多恨？你在上海充满了恨，回到苏城又充满了恨。查良洲，不许动真鱼，不许动我姐。